唉，一年容易又中秋，又係時候撳返隻錶嗱。之前5月嗱，我哋首先要睇下佢係咪釘車鬆先。即係如果呢度成個白色咧，證明我哋可以撳咯。哇！5月而家8月，咁咪要撳成3個月。唉，有排撳。我哋慢慢嚟，最緊要。30號，5月30號仲有一日31。跟住留意，而家再撳咧，呢度就會跳6月㗎啦，因為而家31啦嘛。高，係啦，跳到6月咯。咁我哋又繼續行。唉，最緊要係慢慢嚟，有耐性。因為我聽見有啲人登上網話佢咩撳得快得滯，個星期同個日曆唔對啊，跟住要拎返去整。唉，所以我哋都係一下一下慢慢嚟。咦，6月30咯喎！6月30係咪跟住即刻就要跳7月1㗎？可以大家睇下喎，佢會唔會見證到6月30、7月1、7月1？哇，堅喎！證明萬年曆有料到。7月，咁我哋撳多1個月就到8月咯。咁好似8月3喎。大家都可以見到個月相，其實都喺度順時針咁喺度跳緊嘅。9、1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。好，再撳一下咧，就7月跳8月，31跳1咯。成功啊！8月1號，星期六，今日8月3號，星期1，我哋撳埋佢，完成咗佢啦。好，8月3號星期1 is today。Good。